让我们今天能够邀请到我们教会的陈思瑜宣教师，他要透过他生命的历练来跟我们分享他在主里面如何靠神来得胜。我们也相信神给他很多很多的恩赐，透过他的创作，他的诗歌就是在诉说他的人生，他也透过写书说书来表达确信他所信的，并且他要把这美好的消息透过今天要跟我们大家分享。所以你跟隔壁说，今天是一个最美好的时刻，来，今天是一个最美好的时刻。对，并且你跟隔壁说，今天的恩典一定是够我们用的，来，今天的恩典一定是够我们用的。阿们。我们请大家起立啊，我们要来用主祷文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。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用诗歌来敬拜赞美他。是
们不只在昔在，也在今在，也在未来。阿门。阿门。让我们更大声、更喜乐的放我们的胸怀来到他面前，更多的敬拜。哈利路亚。颂赞主，颂赞主，高声欢唱，让我举起手来宣称主生命。颂赞主基督，道成肉身来救罪人，你是弥赛亚，蒙主我上帝。颂赞主，颂赞主，高声欢唱，让我举起手来宣称主生命。颂赞主基督，道成肉身来救罪人，你是弥赛亚，蒙主我上帝。神的爱彰显于世上，丰富恩典，天地都看见，愿一切的举起匍匐你面前。颂赞主基督，道成肉身来救万民，你是弥赛亚，蒙主我上帝。颂赞主，颂赞主，高声欢唱，让我举起手来宣称主生命。颂赞主基督，道成肉身来救罪人，你是弥赛亚，蒙主我上帝。神的爱彰显于世上，丰富恩典，天天都看见，愿一切的举起匍匐你面前。颂赞主基督，道成肉身来救万民，你是弥赛亚，蒙主我上帝。神的爱彰显于世上，丰富恩典，天天都看见，愿一切的举起匍匐你面前。颂赞主基督，道成肉身来救万民，你是弥赛亚，蒙主我上帝。神的爱彰显于世上，丰富恩典，天天都看见，愿一谦卑举起匍匐你面前。颂赞主基督，道成肉身来救万民，你是弥赛亚，蒙主我上帝。你是弥赛亚，蒙主我上帝。你是弥赛亚，你是弥赛亚，蒙主我上帝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他是弥赛亚，是道成肉身的神。当我们圣诞节的时候，就是在迎接他再一次降临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降临在你我的家庭里面。这是我们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，让我们更多看见他的荣耀要彰显，让我们更多来体会他是何等的爱我们。哈利路亚。你给我的位，我很久感悟。你给我的位，我俩就敬拜。你在天君，当下我落耶稣，给大的营养拢归地你。你给我的位，我很久感悟。你给我的位，我俩就敬拜。你在天君，当下我落耶稣，给大的营养拢
地上平安，对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配得最大的荣耀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配得最大的荣耀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配得最大的荣耀。我将这荣耀的掌声归给我们的主，哈利路亚！唯有他配的，唯有他配的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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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用祷告带上我们的赞美到神的面前来，因为我们透过这些诗歌，就是要把荣耀、颂赞、全能都归给他。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，我们今天领受，好不好？我们用祷告更深更深的跟主说：主啊，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美好的机会，你今天一定会对我们说话。阿们。我们开口一起祷告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美好的时刻在这里。我们谢谢圣灵来，圣灵的风吹在我们的当中，运行在我们当中，按着你美好的旨意，叫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同感一理，在这里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也谢谢你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，聆听的耳朵来听你的仆人的见证，透过我们的诗语宣教士，叫我们今天重新认识你，看见你奇妙的作为就在我们的当中，你要显明你的大能就在我们前面的脚中里面。谢谢你让我们更多跟随你，更多敬拜你，更多祷告在你的面前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